乡亲啊，继续来看这场史上上界大场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其中两栖登陆作战这个科目就要登场了。地点甲2年前同款，拢是伫个夏威夷的贝洛斯海沙堡，现场是戒备严格。 兼这个管制人员来进入。华视新闻团队嘛看到美国军率领着日本的自卫队甲秘鲁的军方来看场地。夏威夷的贝洛斯海沙堡，那出现被拆后的美军，也有日本自卫队和秘鲁军方的形影。因为指控技术环太平洋军演，德国联合两栖登陆作战操演特别登场。美国时间7月7日，大家先到操演的地点，首先勘察场地。两栖登陆抢滩作战是美军跳岛战术的重要指标手段之一，而就在贝洛斯海滩上，今天有非常多的美军集结在这里进行场勘作业，准备接下来的演练工作。 2年前的环太平洋军演嘛，伫同一个场地进行，为了配合军演，严格戒备。海沙堡出入口已经向各失牌管制人员出入。马河平常时有不少民众和游客造访的贝洛斯海沙堡，如今敢若剩勘察场地的德国联军。 比较战争发生了后的行动准则，海沙堡用白菜的伪装网扛起来的是海水淡化系统，互联军伫演练战的时阵，卖当使用海水净化淡水。勘察场地小组伫海沙堡开会结束了后，做会拍扑啊，表示准备的工作顺利完成。美军也伫面册顶悬公布6张相片，美军陆战队和印尼、东加王国、智利和斯里兰卡部队练习做激情的操作，或者是伫面顶插伪装膏，美伫手拿来等时机，互敌军地面一击。 希望伫夏威夷当地透过共同训练，熟悉声电作战的各项战术战法。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